Và đừng sợ hãi. Dài quá. Semua orang Sini demongnya itu ikut nyanyi juga dia. Nah maksudnya kan iya sini demong. Yes. Cita-citanya. Oke.天色太暗，就无含念一散。路长短总也会穷用，一年多一次19点钟，向你大饭堂，人大家去打包，遇到说茶就办做了，无说如风，头上头下，茶配是办做咖，三不四。夜烦恼啦，烦恼上不起，烦是烦恼难担。不卡流南归呀。日頭也落山的呀，今比你還好嗎？夜色向翻身，今比你嘛開的呀。何盡白夜呀！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頭先看到個樣片，看到最尾係咩本大家目睭都濕濕嘅呢。Rita 自己係安陽人哦，覺得非常嘅感動哦。做了樣片，韓國本身演唱嘅歌手係 Rita 好朋友，咪係大家時常有聽到佢嘅創作嘅王偉傑哦。偉傑本身係紀錄片嘅導演，佢咪長期關懷反映社會議題，韓國自家創作用母語來唱歌，佢咪非常歡喜邀請到佢，來啦大家分享佢新嘅作品咧，你細細地分享偉傑。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偉傑，今日同歡喜來到福喜來嘅，同大家來見面。係，好朋友，佢熟啦。哦，今日看到頭先看到咧募資計劃樣片是非常嘅感動哦。地圖記錄你都做音樂嘅歌唱，韓國人啊要去青島嘅地方，去人工嘅田野調查嘅成樣啊嗬，一班人嘅野食音樂嘅計劃係樣啊，同大家分享嘅想法好嗎？一班其實因為我之前差不多花嘅一年半嘅時間啦，吼就做一些資料嘅研究啦，吼就看資料啊，還有去尋到認識嘅朋友，吼還有後來認識嘅朋友，吼做一些田野調查嘅部分啊，還有做訪談，咁所以花喺嗰度嘅時間啊，其實也條部分講起來係唔係幾簡單啦，要對我來講係要更加困難嘅係也條故事愛用嚟去轉化變做音樂，因為也有兩部分愛做啦，咁所以花喺嗰度時間來做人哋音樂嘅創作，做轉化嘅。啊，見就做起嚟咩？可以推出，啊唔過
我呢就我有经费来来做安尼后续的安尼印刷专辑的印刷还有后置啊，所以就可惜发钱是出来啦。对，所以我就推出安尼一个安尼夜色的集资计划，群众集资。其实Vicky 刚才讲到那种专辑花年人的时间去做几只规划啦整理哦。其实大家迄个用音设计啊，通过嘅音乐，也看到佢哋青岛嘅环境、社会嘅议题出现嘅时阵，你会发觉佢从太好新年生开始，一直到南医大的纪录所。佢喺翕纪录片嘅导演呢，其實開始關心呀社會嘅議題。嗰時候唔看我即家看到呀種專輯，我都喺歌詞嗰也係有詞堂嘅部分嗬。而係花千多年嘅時間，佢喺累積定義嘅生命當中咧。錯，冇錯，因為從也擺嘅專輯底部，其中有一條歌嘅，其實我係對2011年嘅年代，嗬，嗰時節就有讀到一個朋友，嗬，我就有聽嘅，有記錄嘅安尼一個故事，嗬，唔過就安尼寫故事聽起來嘅，寫起來嘅，歌曲就慢慢地做，慢慢地改，到係今年已經5、6年嘅，哇！就跟一條歌嘅，空入去一種專輯底部嚇，拄好一種專輯底部有想要做一個主題，嚇，一條歌嘅我知道係有相關，就空入來安尼。係哦，幾種專輯蠻多亞色哦，當中大家看到嘅樣片前面嗬，睇你安尼路行，到底行到哪去咧？怎麼很多亞色呢？因為我知道。從我一擺我專輯底部我有寫一條文字啊，其中有安尼文字就會寫呢安尼亞色吼，可能去包容吼，去包容去擁抱每一個可能個缺的人，每一個人啊，嘛可能去蓋住他們，就是淹沒他們。所以一個亞色其實係一個中性的名詞啦。對我嚟講，可能一個亞色有一個人可能伊做些咧，伊做得規屋下休息嘅。不過可能有啲人可能亞進來進出嘅，伊可能無來回去，係呢，伊啲嘅意向，佢心情每個人無相同，就用安尼亞色一個中性的詞，來散開去描述每個人的故事啊！其實嗰啲詩情畫意呢，因為有畫面嘅，還有青島嘅故事啊。當然也下嗬，有木子嘅計劃嗬，甚至咩以後，不過還係請大家繼續支持。到底點樣去支持呢？但請看樣片就會夠支嘅，嗰時候請細老大家分享一下。一般嘅人就有參加一個嘖。一個集資平台啦，就會按呢口部一個口，然後右邊一個責任的責，嘖，按呢伊呢有一個平台做得本大家你係有乜嘅計劃有乜嘅想法做得跟嘅計劃空上去本大家來參加，故所以我一擺就會用嘖按呢集資平台跟我呢夜色專輯嘅集資計劃空上去安尼。集資吼到青年藝術球廳咯吼，嗰時候大家吼愛殺數地位啊吼，當然呢段時間哦，有青島嘅朋友來支持吼，超過200好，還在增加吼，要不然有青島早鳥嘅優惠，比如講，你做得100 K， 唔會講少啦吼，8000 K， 也係還得多，吼8萬 K 沒做得，全部都做得啦，係有青島吼，你哋咩有青島嘅巧思哦，大家做得上來去青島也都自信咧。你做得直接打呢黃偉傑啲臉書啦，吼臉書當紅。前面的黃偉傑，伊做得我哋啲最當紅就有一個文章就做得青島，係呢上面打嘖黃偉傑嘛做得。安尼嘖係嘖稱奇嘅嘖。嘖稱奇嘅嘖，打黃偉傑，安尼就做得青島嘅。嗰時候呢，詳細情形做得上 VK 嘅面書行吼，去親自信啦。因為我想也看到青島人嘅支持哦。節目一開頭就先來講感謝嘅吧，好冇？係啊，就其實
讲正经的，咱们感谢几多的朋友来支持，因为咱一开始我推出其实嘛强强啊，吼，就唔是做得有按多年呢，我想要来弹一条音乐，我想要来支持一条想法嘛。不过其实推出差不多1-2礼拜，吼就达标的，咱其实咱们心肚里个感谢啦，就个感动不过接下以咧，我请各多位朋友再来继续支持啊，因为一摆其實做嘅按叫嘅時間吼，人哋咧經費嘛係花係幾多錢啊？還有有嗰度嘅朋友來支持人哋之後，因為幾多朋友點問吼，做得啲那些演出嘛，吼，所以喺人哋有嗰度嘅經費花做得去嗰度地方，唔係單止啲台北，嘛做得啲高雄、台南、東埔、花蓮。安尼意思就是講吼，大家吼唔但淨係支持王偉傑，支持佢好音樂，支持佢用生命去投入安尼土地嘅關懷吼，還有都係而落來就係而啲嘢計劃當中吼，而係本身就係參與嘅人，就本親有感覺。佢就希望呢偉傑做得帶領佢嘅音樂吼。慢慢去唱歌，慢慢去分享，就請大家共下來支持，共下來參與啦，安尼吼。當然等下吼，比起愛到現場唱歌，問大家聽哦，請大家吼閒聊一下吼，小朋友夾夾來看安尼個節目，等下嚟彈歌曲了。右邊是陌路，左邊有陌路。把右邊一夜修路，把左邊又係一條死路。各位喏，嘅後輩喏，還有嘅頭前喏。哦吼，無門還好，英文還呢有個歌參謀。後輩按到人望路，頭前按到無條無路。北高一山又一山，條路，前馬條路，北高一山又一山，條路，前兩股前路，一邊後輩正前以來無路兩個呀，人生是下不由苦。路程嘅錯來產生，看見搭長流，從來就無凝固。前道路，該咩無法度，表演按到行就有路，但係太年乍人講過嘅話，點都會空心度。人咩目標18歲就。一生只有一順福。好好聽哦！哇，無路，家下唔唱起來，當唱啲講法，心肝都嘅發出講出來。好，韓國記無路係唱無嚇，好就插記無路嘅意思啦嚇。佢說呀，無路正經寫出青島人家講到可能。無奈好貴氣嘅，又係講正經想出方法嘅人吼。一條歌其實我主要我寫嘅其實係我哋像我哋也一批啦，就很算係青年啦吼，後生人啊，你哋後生人咩？我一批嘅人幾多年嘅心情啦吼，就係一種嗰陣夢想去尋自己。一條路，係自己嘅方向嚇，去尋自己嘅夢想，安尼心情啊。故所以一條歌，雖然講很多無路，其實想要講嘅其實係尋路，尋一條自己嘅路，尋到自己嘅路安尼意思啊。就用一種安尼失敗
自我开玩笑啊，自嘲安尼。安尼上次下歌的时间，要迄阮一家讲甘油路，迄无路嘞嘛，吼，爱插起安动，爱就爱上网变出油路嘞。走，爱一条歌的最迷的歌词就安尼，就那迄真是某路唔怕，哦就即个拼出一条路安尼。安尼一条歌其实就讲安尼的心情。还讲爱知道好每年嘅创作青春要求讲语言嘅流畅，也係講你本身創作嘅思考，就係用母語來寫，唔係講寫其他嘅語言真煩吼，因為你寫嘅歌詞啦 melody 有批喊嘛，有正經唱，你講客家話嘛，你青春要。還個除咗創作以外，要加入你傳統嘅曲調落山歌。有一條歌嘅外地嘅歌曲嘅差唔多愛到差不多8多米的時間，有加一小段安尼落山歌。啊，我想要加一個落山歌，一來係我知道一條歌曲嘅曲調吼，咱們改講，改好聽。啊，聽你點係一個歌詞，第一句啊，就講啊，摘茶要摘2-3片啊，就會講，其實我一條歌嘅後背我寫係講。人喺啲行路哦，行路呢嘛，搶咗哋行一條路，冇可能見行路行2條路、3條路。冇法度。係一個意思就一個呼應講啊，人喺做一件事情，唔怕喺想去做，你就堅持下去，你就行一條路。意思對這個講嘛，對安尼太年啥講啊，哦，唔是按手啦，意思係。大家有發現嘛？吼，我哋呢身邊嘅音樂創作人啊，就下過來鼓勵一家，我這個聰明大家啦。走。誒，佢用啥吼？節目當中就唱落山歌送問大家，鼓勵大家堅持夢想，好嗎？我已經啦。好，來試下。摘茶愛摘，酒2-3片啊。行路那，行路呢？嘛，請行的一條路呐。好聽，自家講自家唱嘅好聽，真係好聽。係唱嚟嗰有心情啊，哈。嗰時候其實創作呢種嘅發講與發青島嘅心血，就想講歌曲用嚟搭配，買歌詞乜嘅曲調。係人正經藝術歌曲，講嘅故事係有關係。比如講，韓國青島，你本身你係閩南嘅客家人，唔過呢，你咩係台南嘅福佬人，係爸爸媽媽來自冇溝用嘅地方嘛，嗬。嗰時候出嚟講客家話，唔嘅福佬話面講得清楚，就寫落你嘅，還可以啦。係，韓國你就寫去台詞，嘅位嘅環境嘅議題，咩寫嘅歌詞當中。因為一條歌嘅用來小解一下，一條歌嘅最開始係因為我有看到一個有個菜市劇團啦，嗬會到安尼環境議題、土地議題嘅地方，會同幾片嘅人嗬，幾片嘅居民啊嗬，來共同創作，創作安尼劇場安尼。啊，有一個村落係一個在地嘅居民，伊有講一段話啦。啊，佢感通之後，我就去聯絡，吼一個劇團嘅欣賞啊。所以我用嘅一部分係一個劇團嘅一部分嘅歌，伊嘅台詞，我要改一下啊。還有一部分係我用其他嘅。用其他嘅文字來補充說明一條歌嘅，啊用河洛話來寫。係，乜嘅話本身都真感動咧。伊就講到唱嘅歌詞裡邊寫，我要做一個精簡啦，吼，就講啊，係想起10多年前，20年前，吼，啲嘅安尼咧，一個總統嘅時候，吼，有安尼提案啦，吼，就海岸提防提防。啊，以前有幾多嘅海調嘅，吼，
要伫遐会停，伫遐会避。啊，根本嗰度诶，环境本污染的吼，啊，空气污染，过后10多年来，废掉的已经唔见迄个，吼啊，看唔到的，啊，伊上到也，伊连即家总体的人呢，伊种心情就可像看到也上去啊，也着废掉的唔见迄个，安尼心情。安尼，凊彩讲。系啊，就吃到过于感伤啦吼，啊，又感觉的，就想用即个方式嘛，做点写歌曲，用音乐的方式来继续来。做一些事情来。系啦，也係你重启關懷嘅咩？錯㗎。比如說，有一種圖像係一隻海雕嘅啲海豚，就啲提案豚，標題很多海鳥的眼淚，消失的海鳥，還講佢嘅目子，意思就講，海雕嘅到底走哪去呢？真係看唔到嗬，也係你生命當中關懷嘅事情。我到擺聽到嘅歌曲，還有包含宋一種天光日嗬，當初你講人嘅希望點來，還有人關懷嘅事情係乜嘅？迄個你真係有看到什麼東西，我有深度嘅感動，包含聽到我哋嘅客家音樂，創造人嘅故事，你咪會知道深感動嗬。當中還有深度嘅原住民講嘅故事咩係嘛？有一條歌係寫我有認識的一個原住民，以前做討海啦，吼，去跑船的故事安尼。非常的辛苦吼，一種專輯底度吼，包含青島嘅故事，10首歌曲，差唔多90故事，韓國青島語言啊，當然每一創作客語咩，韓國好咯，韓國有印尼嘅、越南嘅，韓國原住民阿美斯嘅語言吼。當中大家有5條歌曲，要做得聽到搶先聽，因為迄個要加入也募資嘅計劃，就聽到啲。參加安尼集資計劃的話，安尼我記安尼數位檔，原始的數位檔，我俾大家聽搶先試聽安尼。係原始嘅數位檔意思就係講吼，也係高的大檔案，音質係非常好嘅吼。還講做得聽到每一張樂器，還個季節佢衝出來，嗰種真情流露嘅感覺吼，係一整季呢，吼。嗰時候有請大家好上王偉傑嘅臉書粉絲專頁，也係嘖稱奇嘅嘖安尼嘅募資平台，就可以看到有青島嘅方式做嚟加入佢哋，韓國啲當行做嚟看到佢哋青島嘅發動青神期有樣片嚇，樣片用嚟翕到暗號，見到暗號呢，就要佢翕嘅，佢接嘅。我嘅同學以天數翕啊我發嘅差唔多6禮拜。你這個沒有翕，你這個就翕紀錄片啊，你這個就討厭。嗰時候大家講嘅就懂意思啊，因為發青島新嘢嚟做咩？希望大家來參加啦。嚇，將下來聊啦，嚇。好，等下呢，VK 還會帶來一非常精彩嘅音樂，嚇，還有青島故事同大家分享哦。一聽就嚟聽歌曲哦。哇，今日很享受哦，聽到好聽音樂，韓國呢就得邀請大家來參與，就都有意思嘅計劃。呢募資計劃係VK佢嘅20專輯嗬，喺第一做差唔多會做好咧。不過是啊，大家嚟參與來完成呢種特別嘅專輯。你再次分享嘅音樂好朋友王VK。大家好 ，Rita 好。我想其中有一條歌嘅。其實有加入嘅，我即個唔會講嘅，我即個唔曉得講嘅語言吼，即印尼語。啊，有條歌叫做《異鄉的夢》。啊，其實有條歌就會寫嗰度嘅來台灣工作嘅安尼移工啦，就外籍的工作者。啊，嘅歌唱吼，動神期我就下禮拜有機會嚟再講，還有想要。講一點就係我哋做安尼音樂，做一條歌嘅有音樂嘅配器，哦，就它的一定有特殊嘅咩？音樂製作係有個特別嘅地方係我哋也把有加入嘅印尼
当地的乐器。乜嘅樂器？有三方吼，一個按到鋼棒就其實就像安尼的木琴，啊，不過伊個做嘅竹子的樂器。哦，有看到相片。係啊，還有用嘅安尼薩貝，有一種像安尼彈吉他安尼過彈嘅，吼啊，伊係當地嘅一個地方嘅當地居民會彈奏的一個樂器。啊，還有一種係安克隆就。也是竹子樂器啊，是把有像安尼彈鋼琴的感覺。哎呀，真神奇！就家裡邊安尼，後來有認識的，我曉得彈奏也對樂器的朋友。你讓我認識佢哋哦。因為我一開始我去有關心，就會去參加安尼一個義工，哦，伊能辦的活動啦。啊，去參加也就相同就有過關心的朋友去，然後幾時就有認識的。我也對樂器嘅朋友，然後佢就向下教音樂咧。我就每年講，有興趣來參加呢，一條歌嘅計劃安尼無，佢有興趣啊就來參加嘅。哇！用音樂交朋友誒。係啊，還有其中一個伊帶嘅伊嘅樂器安格隆，伊係對印尼吼，咱對印尼比幾來1-2年，哦，伊去印尼。做交流啦，歸來嘅就又帶一組新的帶歸來。拄好出去6年轉型。係帶歸來1-2年就來轉型裡邊一條歌嘅。很拄好哦。係啊，佢有心啦。係，不過喺因為後伊即家有去參與青島嘅活動，也有機會熟悉一條難得嘅好朋友，也有機會成就也是一種真心嘅。好，嗰個發青島嘅心血哈，真是地度哈有一首歌曲很多。棒，應該拔河的拔，啊你棒係青出啲啊爭很多棒呢，一首歌曲在講乜嘅呢？一條歌其實歌詞幾簡單啊，我想我表達嘅其實就係講啊，人生啊，生活啊，其實有時間就像啲安尼拔河在拉扯，哦，啊歌詞裡邊有寫2句就會講綁一條生活嘅河，哦，生活就像綁河相同，哦啊凸一條。理想嘅講，哦，江嘛，就是好像生活就像我哋啲跟生活跟自己在奮戰啊，為了心肚裡嘅理想，哦啲拼啊，咪真有感覺誒，就安尼綁，所以一條歌就按到綁，哦就嘛係做一些安尼做一個。個輕柔的一種感覺嘅歌曲，就講啊安慰每一個可能哦每日做些嘅哦，係呢去上課吼，各式各樣的人，有健心嘅人就要來聽一首歌曲吼，會得到舒緩嘅力量。做，結束嘅就做啲休息下來表演吼，來準備一下呢啲心情啊。嗰首一首歌曲表啲專輯嘅親密藝術。親密藝術，好，就希望俾大家聽睇幾種專輯吼，係呢有一種力量啦。係，就會不論唔係啲乜嘅角色、乜嘅位置吼，每日有一個時間做得表現，做得休息一下安尼感覺啦。好，跟住來唱下歌曲好唔好？俾大家，俾福氣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咩不用輕鬆一下，咩安慰一下。你聽愛落山的呀，今比你應還好嗎？你真好。你聽愛落山的呀，今比你嘛可以的。綁一條生發嘅河，凸一條理想嘅光，綁一條生發嘅河，凸一條理想嘅光。
武卡了南呀阿贵呀，心无安呐。西路了，哦，唔那行哦，天边了，天那。耶！安尼唱下来吼，头前唱就唱到后背安尼传统曲调吼，接到按顺咯，按袂啥呢？嘿呀，除非就像你头讲的，有加入的安尼客家传统山歌的平板，做一个改编安尼。哇！啊，好听好听吼，大家有得到力量嘛？上去水门系嘛，太舒服了。好休息的啦。哎，其实要不要전시拍錄音吼，有當道嘅設計吼，譬如講同步嘅錄音，吼，還個講青島嘅配器吼，佢就전시拍啲做嘅時節吼。青島嘅朋友來聽數吼，你要不要同步錄音又按到嘅樂器，要當辛苦嘛？呀，拜我其實18前面地方係我用嘅一部分做同步，啊一部分係呢就一個分軌，冇相同嘅人，啊冇相同嘅時間來錄音，啊前半部我做同步錄音時間就。嘛係每個人可以緊張安尼，唔過安尼真有感覺哦，安尼就係 live 嘅感覺。係，就係希望做一些有的嘅歌曲較夾嘅，個節奏感較強咧，安尼就想用同步嘅方式來安尼較有氣氛嚇，留一些安尼現場嘅感覺起來安尼。比較嗨。係啊。好，要不要전시吼？但唔但唱係錄音，還個有青島嘅故事。前面呢，大家買到了전시吼，真有意義嘅講呢，因為呢延續天公日전시吼，佢嘅用心製作吼，要不然呢，迄個買전시吼15%會捐出來，捐本3個非營利嘅組織係嘛？像我哋體種，很多天公日嗰種就有相同嘅做法，就係每一種嘅樹葉啊，就有15%吼，分3個像非營利組織哦，我哋希望喺個最前線，喺個善忙嘅吼，為了我們我哋社會吼更好嘅。哦，越來越好嘅安尼組織吼，做一些安尼小支持啦。啊，天呢種就相同用安尼方式，吼3個組織唔係幾多啦，啊，唔過就會各5%每一種嘅전시要輸入安尼。希望大家就吹實力，係啊，向下來支持啊。其實家講到吼，唔好講少，最重要就係積少可以成大，積少成多。你就天天做1、3年呢。你很做就有改變世界嘅力量哦，哈。還有對，就係最主要係一個心啦，吼，一多一年有心，向下來嘅世界。力量係那太，力量要太大家嘅感覺要過好啦，就個有希望嘅感覺。係真嘅嗬，要不然呢，強用無添加嘅方式，來推行嘅전시。不過無添加係用嚟買呢，係唔係就會請大家上嘅募資平台，還有上日嘅臉書粉絲專頁。一拜，因為我哋會想會做安尼集資計劃，就會講啊，一多年來支持我哋一個計劃做得推出一種전시辦法，就也有可能我哋。後續就做得去推動一種전시嘅定價是不做定價嘅，就見係希望一多年來支持，我哋去推行一個後來愛做嘅計劃嘅。
要希望喊那多的人做得糖豆机的音乐出出来啦吼。详细情形还是请大家从泽泽春奇给泽泽募资平台，也从王伟杰嘅脸书粉丝专业，希望本喊那多的人糖豆机的音乐，其他的音乐慢慢去分享哦。今日再次感谢伟杰，感謝 Rita，感謝大家嘅收看，等下一聽呢先上來做運動了哦，張來了。